上帝，伫咱礼拜大圣咱请来团练今日要吟的诗歌，咱拍开新圣诗127首。咱吟第1节甲第2节。 535首。好音真声地大大，大甲青海甲青山，大团地球欢喜消息，白白相思你甲。 上帝将道成行，唱出世间万万人，辛苦救助无论啥人，会伫永远阮担。好运情，时时等，团甲真海甲真山，好运情。 第3首是400首，这首咱完整的吟2遍哦吼，咱来走一解。愿主你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 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活水，伫梦雾暗暝看见主的光。 这是咱请起立，用诗歌来敬拜俄罗咱的主。今日夜面前来敬拜俄罗，因为透早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 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信仰交托伊，因为伊是上主平安的主。
动作，不管你用正手、倒手、正面、倒面，拢是同款的学咯，好不好？备办好未？透早起来，学咯煮，透早起来，学咯煮，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咯煮，透早起来，学咯煮，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信仰交给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咯煮，透早起来，学咯煮，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咯煮，透早起来，学咯煮，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哈利路亚！上帝创造世间，创造万物，创造咱的人，有花有草，有海里的鱼，有空中的飞鸟，这拢是上帝的恩典。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边青鸟欢喜地吟诗，溪水边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物，一枝草一点露。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收拾完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你创造大权力，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边青鸟欢喜地吟诗，溪水边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物。一枝草，一点露，那面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收拾完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信了的主的来临，学了你创造大权力。
你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抹去我所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抹去我所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咱同心来感谢，听阮的主，阮是何等的恩典，会堪得得到你的拣选；阮是何等大的恩典，会堪得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主，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世间独一的真神，你的名堪得阮来学乐。哈利路亚！搁一摆献上阮的性命，献上阮的时间。主，你信心引带阮伫你要行的道路，万民都市，拢着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乐你，就因感谢入你的门，学乐入你的院。主，愿阮今日的敬拜会当得到你欢喜。你用诗歌感动阮，用诗歌去应阮。阮单单就是要来跟对主，搁一摆伫主你的面前，阮来宣告：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掌管阮的主权。搁一摆将阮的教会，将阮的家庭，将阮的兄弟姊妹，将阮带领阮的牧师。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一切交托给你。我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将一切恩典归予咱的父上帝。哈利路亚！大家请坐。
情立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孤愿目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做伙来吟信诗，呼罗上帝。新信诗127首，上帝将伊独生圣囝，咱吟全首。上帝将伊独生圣囝，欢喜享受世间，天若心意为定换，你听实在无限，上帝切给圣囝降世，毋是要来审判，是要赦免世人罪责，拯救恩典满满，信主的人无受审判，毋信就受定罪，真光临世人无爱看，因为惊到有悔，最歹的人拢怨恨光，所罪惊受一笔，对主的人爱就滚滚，显明顺探真理。请坐。这时，咱回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一心亲写呼罗你的名。感谢你透过圣经，让阮看见，亲像尼哥底母，才有才能地位的长者，嘛需要伫你的面前谦卑，追求生命的源头。主啊，你是对天降落、游园在天的救主，万物拢伫你的手中，愿举手呼罗你。主啊，愿承认阮家己，亲像尼哥底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属灵的事，落咱伫传统甲规律的痛苦内面，求圣神像风一样吹往阮，互阮照起工参与教会，来经历真正对圣灵来生。求你修剪阮生命中孤单的树花，洗清阮心灵的营养，互阮伫你的听来得到全新的眼光甲生命。天父，愿为着你伟大的应允献上感恩，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囝耶稣赏赐予阮，叫阮将一切信伊的不得灭亡，反得永活。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悬、搁深，求你互阮伫今仔日透过牧师讲道的经文，会当互阮得到无受定罪的平安。感谢主。最后，阮为着牧师来祈祷，求你赐下活水的话语，互台顶的分享甲台骹的做伙领受，拢伫圣灵的运行中，正做合一。愿阮的心亲像好的土，领受会当救赎阮的灵魂的道，互阮离开圣殿了后，会当活出重生的样式，伫世上见证你的荣耀。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
只启英文，咱做伙来启用。启英文伫圣诗后壁面56，约翰1。伫圣诗后壁面启英文1101页。现着我来启，请做大家来印。启英文56，约翰1。创世以前就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在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才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是对肉欲。都成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下面是同心团契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是我们要唱歌来学咯。这是请起立，咱做伙来纪念10届。第1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2届，毋通为着家己调聘偶像；第3届，毋通滥散轻摇喊你的上帝的名；第4届，
着记日按休日守伊做事。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感情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请坐，请坐。下面，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3章第1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7节，也即显着我来读，大家来看。上帝话安尼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每时来就近耶稣，对伊讲：rabbi比，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伫地，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个神迹。耶稣应讲：我实实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对伊讲：人已经老，怎样会定头生？敢会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吗？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我讲，恁的确着定头生。你无得掠做奇怪，方出在意思来找，既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我跳一格，我为第8节顶读一届。方出在意思来找，你听见伊的声，毋知伊对倒落来，倒落去。既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第9节，尼哥底母应伊讲：怎样会安尼啊？耶稣应伊讲：你做以色列的先生，也毋知这吗？我实实甲你讲，阮是讲阮所知的，干净阮所看见的。若是恁毋接纳阮的干净，我甲恁讲地上的事，恁尚且毋信；若甲恁讲天顶的事，恁太要信。13节，无人捌上天，只有伫天里的人子对天降落的那定。故亲像摩西举起蛇伫旷野，人子也的确着安尼受压起。互见若信伊的人，踮伫伊有永活。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以上。下面是牧师讲道，今仔日的讲道篇，怎样会有这个事呢？怎能有这事呢？我将时间交予牧师。
日子嘛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向阮的爸上帝，阮献上感谢，主你对至悬的所在看顾伫阮正经内，也看顾伫主你所设立路州教会，互阮兄弟姊妹经过伫即个连续的假期，互阮有缘会当来到主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来见主的面。主，阮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祝福。互阮兄弟姊妹经历着，虽然有好天有落雨，但是阮有缘有上帝你来看顾阮的骹步，来到伫上帝你的圣殿，主阮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即时阮也敞开主你恩典的话，恳求上帝你透过你的圣神对阮讲话，互阮伫言语中间所会当传达上帝你至好的好消息，互阮的心通感动。伫言语中间无杂，无法度形容，也是上帝你对灵内底的感动，是上帝你有缘灌入伫阮的中间，互阮通得到祝福，加倍祝福，互阮会当受差遣，带到阮的身躯边、阮的厝边隔壁、阮的亲人朋友的中间，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大家定定咧听即句圣经节吼，定定咧听即句圣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反得。感谢主。其实我大概讲神爱世人4字，你就知影我要讲啥，对无？因为其实伫咱基督教信仰内底，咱定定咧讲即句圣经节，差不多是综合整个圣经传福音上界定定摕出来用的。圣经遮尔侪的圣经节咧运用，咧含人分享信仰的时阵，上定定出现伫教会统计内底，差不多就是即节。约翰福音3章16节，我干那开一个图吼，你就知影我后壁要讲啥。总是咱有一句俗语咧讲吼，食过猪肉，毋捌看猪行路吼。迄小朋友去到餐厅食足好食的迄个排骨便当吼，排骨便当嘛像迄落，就是食着一块猪排哦，遮好食着。啊，爸爸妈妈甲讲，这个是从猪肉做的呢，从猪的身上一块肉来做的。猪啊，我毋捌看过猪啊吼。咱若有过年有倒转去中南部，检菜即马饲猪的嘛较少啊，但是去到迄个养殖场边啊吼，小朋友特别好奇啊，讲原来这个就是我平常食的煎的排骨吼，肉拢是对遮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原本出对遐，即个圣经节若是出对遐的一个背景甲意义，咱较无了解的时阵，咱嘛常时亲像咱看到食一块排骨啊，原来是出对即只猪哦。所以即个美食会互咱产生好奇。检菜今仔日圣经节，毋知是毋是也互咱感觉讲，啥怎耶稣要遮尔啊疼世间人？即阵对话是对即个暗时啊，清更暗暝吼，无人相对的时阵吼，暗时啊，厝边隔壁拢已经休困，路的拢无人，所以即个尼哥底母才偷偷啊来。啥怎伊要偷偷啊去看耶稣？因为当咧圣殿的中间，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是耶稣车倒担伫遐清起圣殿的时阵，当然啦，伫圣殿内底，法利赛人会感觉讲，你若着妨害遐个买卖遮个会当符合，讲拢完全无欠缺遮个献祭的鸟仔，还是羊仔，你若会去妨害人做生意吼？其实嘛毋是干那妨害人做生意若定，是遮个献祭是法利赛人有缘会当对因所解读的圣经讲，你着要献祭伫上帝面前。所以法利赛人当咧看到耶稣车倒担清起圣殿的时阵，当场毋敢甲耶稣
徛共边啦。若是尼哥底母迄个时阵徛出来讲，哦，耶稣你做安尼做了对，偌济其他的法利赛人会来问尼哥底母讲，你是安怎徛伫耶稣迄边？总是即届的对话了后，咱看到第3章即段的对话结束了后，伫约翰福音记载伫19章，也就是耶稣已经伫十字架顶已经死，然后将伊的身躯卸落来，要入到伫墓穴的时阵，19章39节，约翰福音的记载讲，耶稣迄个时阵被办伊的墓穴。要将耶稣的身躯下伫遐，有一个人被办遐个要埋葬的香料来到伫即个墓穴的边仔，即个人就是尼哥底母，就伫约翰福音19章39节的记载。所以通讲，尼哥底母伊上时经历即款的对话了后，其实伊也真做一个对耶稣的人，只不过伊袂使明明安尼。光头白日，伫伊同一阵遮的法利赛人的群体，伊袂使明明安尼讲啊，我对耶稣，但是伊私底下已经对耶稣的真理来行。所以即段对话真要紧，啥怎会当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改变一个伊掠总家己有几千年传统信仰的法利赛人，伊的信仰受改变，这是为虾米呢？显然，真明显的一个对话的中间，咱看到尼哥底母伊一个开始咧甲耶稣讲：，若毋是上帝甲你同在，我实在毋知影你要安怎做成这个神迹奇事。这听起来，那亲像尼哥底母伊咧讲的话是清楚讲：，哦，我知影你有上帝甲你同在哦。但是进一步来讲，耶稣清楚知影，尼哥底母伊无详细了解耶稣是甚物款的身份。耶稣是上帝的囝，检采伊伫咧甲耶稣请安的时阵，伊敢若讲起讲，伊有做遮个神迹奇事，啊，遮个神迹奇事，伊知影源头是对上帝来。遮个话咧讲起的时阵，耶稣就开始经话题。要来甲伊讨论，即个话题经着顶头生，顶头生是咱伫汉字本、伫和合本拢安尼的翻译，所以当第3章第3节，伊讲顶头生即个翻译，所以咱会直接重点来看讲，啥怎咱人会顶头生呢？顶头生即个翻译敢有出入的所在？其实，即个字“顶头生”伫希腊文原文的字叫做 “anoten”。即个 “anoten” 伊的原文的意义有3种：对起初来的、对顶面来的，啊，佫有顶来的意思。3种的意思，3种爱经一个意思就对啊。足早进前，即个英文翻译的版本叫做 King James， 即个约翰国王，即个约翰国王是英国国王哦。英国的国王，迄个时阵，伊有设立英国的国教吼，英国设立基督教教会，遮个英国的基督教教会，拢爱照伫即本圣经来解读。所以，即个英王钦定本就是照伫英国国王所认捌、所了解即本圣经来解读。总是即个解读，伊讲 born again， 也就是顶头生的意思。所以咱足侪翻译会对遐来。这毋是讲即个翻译毋对，是3种，伊有选择一种。检采选择一种，咱嘛爱了解伊选即种是安怎的一个背景，是安怎伊要选顶头生，伊无选对起初来生，无选对顶面来生，伊选顶头生。这是啥物款的意义伫咧？真正新约圣经共一个字的状况，无逐句拢相像，所以咱爱清楚了解，才会当知影讲上帝疼世间人到底即句咱定定咧讲的圣经节，伊的背景是啥物？头拄仔讲安诺典，
即个原文我写出来，互咱看到。即个原文伫约翰福音出现一解，就是约翰福音19章23节的所在。伊讲，兵丁既然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将伊的衫拆做4份，每一个兵丁1份，因为检采甲伊扛十字架，扛起哩钉伫遐有4个士兵。即个4个士兵将即个伊的衫拆做4份了后，伊搁摕伊的内衫，伊的内衫内底遮个无芳，就是拢是一片的吼，用一片布加纺织做成的。所以伊讲顶面下面一片，哦，顶面下面一片的布，即个顶面下面的一片布，安尼对顶面到下面，所以即个原来是对顶面来的意思。马太福音27章51节，伊讲迄个时阵，圣殿的布麻对顶面到下面拆做2边，地大地重，石盘嘛已经必顺。所以这2段圣经节，互咱看到讲对顶面来安诺天即个希伯来文的字，上时伊是侪的翻译，若是引用这个圣经，因拢是讲对顶面，吼，所以共即个字翻译拢是对顶面。那安尼咧，咱要来试看卖啊，咱将即个圣经节3章第3节甲第7节，耶稣回答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人若无对顶面生，就袂会去上帝的国。我讲恁必须爱对顶面生，恁毋通掠做虚记。第3节甲第7节，安尼的翻译，那亲像无啥物出入。即个2边咧讲起的时阵，对顶面生的，这当然咱无法度清楚了解，也是咱较无法度像尼哥底母伊讲，兼是对妈妈的腹肚搁钉出世一解，这是世间人的了解。所以上时耶稣咧讲对顶面生，这是合伫即个圣经节的意思。总是你若看伫第3章第4节，伊咧讲起，伊讲人已经老，怎又会顶头生啊？敢佫会当对妈妈的腹肚佫生出来？当尼哥底母咧问耶稣的即句第4节的圣经节，若是翻译做顶头生，其实若是咱嘛甲解过，因为这3个引用吼，这3个圣经节伫原文拢是安怎点，拢是共即字。所以共即字的时阵，第4节咱来看，若是掠准人已经老，要安怎对顶面佫生出来，囝会当佫入妈妈的腹肚出世。通讲尼哥底母伊无法度伫人出世，伊伫世间所会当看到去了解天顶到底会发生啥物事。所以对伊来讲，出世即个代志是次数问题。出世的即个是，我已经出世啊，伫即世间我已经踮伫世间啊，我佫顶头来佫出世一届吗？这是次数问题。但是实际上耶稣咧甲伊讨论的不是次数问题，是对对出世的问题。所以圣经节，咱知影第1章约翰福音第1章咧讲啥？道成做肉体，道成做人啊！上帝的囝耶稣基督降世间，道成做人。那对即项来思考的时阵，对对出世，才是整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2章、第3章一直咧连续，一直咧三关联的一个关键。毋是讲你出世几届，是你对对出世。若是安尼的时阵，咱要倒转来到伫尼哥底母甲耶稣迄个时阵，要定起做迄个对话。即个对话中间，啥物尼哥底母会问即句讲，转到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来出世咧？因为对伫即个话题来讲，尼哥底母伊伫即个出世的即个对即个问题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伊才会回答讲。检是要对妈妈的腹肚搁定出世咧，人的出世的经历要反复，要定来，即个伫翻译内底，咱原来所选择总是
对伫即个问题次数，也是对倒位生，这会产生混淆啦吼，无清楚。所以今仔日耶稣咧讲的，实际着是咧讲是对地出世的问题，对天顶出世，然后来到世间，要对水甲圣神搁洗了后出世，这才是顶头对天顶生的一个要紧的所在。所以尼哥底母当咧问这个事，对天顶生落来伫世间，这个代志怎会当发生呢？这个代志发生的一个情景，耶稣要甲伊讲人若会当对水甲对圣神会当出世，这就若亲像对顶面生的共款。约翰福音一个记载的重点，也像是对顶面出世了后，耶稣来到世间，耶稣伫世间的记载，路加是记载耶稣伫伯利恒出世，对无？马太相款，马可也伫遐有写作，总是约翰福音伊的记载前的事伊无记，伊干那要记一项，就是耶稣来到约旦河边来领洗礼。所以行洗礼，约翰讲：我甲恁用水行洗礼，总是恁中间有一个啉所毋捌。但是当我用水甲伊洗的时阵，伊是水甲圣神相时灌压伫伊的头顶，迄做一个记号，迄就是上帝的囝临到伫世间。所以上时咱了解讲，约翰福音伊的重点是啥物？伊所强调的重点，咱才会当解答即句常常咱咧讲福音中间的福音。上帝疼世间人，上帝疼世间人，是因为耶稣对天顶降生，也像是伊降生的时阵，互人有一个记号。你若要亲像耶稣对天顶降生的时，咱用水行你行洗礼，然后你要领受圣神的洗。所以对地出世，确实是这段对话的要紧的重点。那安尼来看，耶稣伊所讲第一阶段，就是迄个前伫约旦河洗礼领受悔改的洗礼。第二阶段，也就是伫圣神来领受。这也正做讲是安怎？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初代教会拢是领受圣神，捌有水的洗礼，要求爱领受圣神做记号。当时教会要安怎兴起？教会要安怎讲？阮是传耶稣基督，就是因捌行，因捌经历着耶稣对天降生了后，悠远经历着水甲圣神甲因洗礼。对安尼，咱通了解耶稣的即个对话，伫尼哥底母伊咧甲耶稣讲话的时阵，上时伊提出侪疑问，总是即段对话了解。伊知影讲，伊要来领受洗礼，领受圣神，伫伊身上甲伊同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也上时是安尼。咱既若对水甲圣神，搁对天顶出世的，咱就真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才看到即个主题：上帝疼世间人。伫遮大圣经节，才咧讲起。上帝疼世间人，总是即个圣经节咧开始讲正经，有关耶稣要讲过去的例，帮赞伫法利赛人，伊的背景，伊对圣经足熟，伊对过去几千年以来信仰的教导，遐个故事也诚清楚。所以当安尼帮赞伊去了解讲，耶稣咧疼世间人的方式。即句话前14节、15节、13节，遐个咧讲的，咧讲一项事，咧讲摩西伫旷野夜去迄只东蛇，因为当时摩西带领百姓入旷野的时阵，旷野的百姓伫遐犯罪。民数记第21章第7节到第9节，这圣经节的记载。
简单讲一句讲，百姓犯罪，总是伫遐上帝用火蛇骗行，而且咬遮个犯罪的人。所以犯罪的人拄着遮个火蛇咬一喙就死。当迄个时阵，摩西恳求上帝，讲上帝啊，这要安怎？所以伊就得到启示，讲我着做一只铜蛇，压伫伊的拐顶面，将迄个拐摕起来，人若看到即只铜蛇，就搁活。这就是真做一个启示，真做一个未来所要显现的事。即个未来显现的事，上时也就是耶稣伫十字架顶随梦死，犹搁3日了后搁活，用这真做人的一个即个行军队的款式。随梦咱的生命经历着死亡，总是因为信耶稣的关系。咱亲像看到即只铜蛇，看到十字架顶耶稣基督，咱对死亡中间会得到活命。这个应用一直到今仔日，咱信耶稣的人犹搁相信安尼，也就是上帝疼世间人即句圣经节的由来。那照安尼来讲，咱今日的结论，毋知影咱对伫即个圣经节安尼了解，你会亲像尼哥底母，阁有相款的疑问无？怎样会发生即个事呢？怎样即个代志会伫咱中间发生？就是人佮对妈妈的腹肚内底出世吗？毋是，是咱伫上帝对伫天顶，上帝伊找独生的囝对天顶降生的事。咱是毋是原来期待咱会当伫世间有一届的机会，佮对天顶来降生？伫世间领受水的洗礼，然后伫信心的充满内底，互咱在地亲像伫天顶。当咱知影上帝疼世间人，3章16节，但是常常咱咧听即句圣经节，上次你咧读互家己听的时阵，你是毋是还阁踮伫即款会摇移的中间？咱参加来祈祷，向阮的爸上帝，阮恳求你，互阮的信心坚定，互阮听到尼哥底母甲耶稣的对话的中间，阮无阁伫遐敲找答案。上帝啊，你要互阮对地来出世？上帝啊，你要互阮阁出世一摆吗？上帝啊，即个事怎样会发生？总是阮将遮个拢仰望交托伫主你，阮生命所有的疑问，要找到答案，只有来跟对耶稣基督。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信仰的中间，阮随往经历着摇移，经历着侪无容易的事。检采上帝，你带阮的手，牵阮做伙相同行的时，阮就会当渐渐来解答阮人生的种种的困难、种种的疑问。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535首，福音真声在大坛，兄弟请起立，咱吟全首。福音真声在大坛，传到境海到境山，传播地球欢喜消息。要受死你甲我，上帝将大事行，想使世间万万人，辛苦救主无论啥人，下地永远我稳当，福音真。
请，咱拢应该来照顾。无得体是主的言声，无得看见主的恩，我是我命的命，有此心心的感慨，罪过是地亲像主人，我的世到白那世，好认真是时代，愿国真海甲真山，好认真是时代，保护起好你甲我。请坐，请坐，下面奉献，请书献刚刚准备。请起立。所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日金句伫周报下骹，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台语请，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守赐世间，互囝仔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伊疼世间到安尼。约翰福音3章16节。华语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我来报告，请掀开你的周报。本会消息头一项我等下再报告，第二项。每礼拜三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邀请大家踊跃参加。咱做伙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这礼拜三3月17日，主理是叶秀兰长老，进度是创世纪第8章。第三项基础乐理的培训，伫咧3月17日暗时6点45分到7点半。请所有的学员来准备这个课本甲文具，准时来出席。另外3月7日下主日联合礼拜9点开始，是本会圣礼典，请大家备办心来参与。第5，犹原是3月7日，3月7日下晡主日后召开定期的中职会。中职当天请有备心出席，时间犹原是1点半。
第六项，本会圣德奖学金，咱所有的即个详细内容拢写伫周报内底。请你有时岁要申请奖学金的，你家己看干事来申请。第七，礼拜后伫咱联谊厅即个碰椅区有新人的接待，则请即个东港协助引带入即个新人的即个位置互兄弟来关心。汇报第一项，咱今仔日要举行3月会的庆生，念到的咱即个寿星咱会当来头前，互牧师来家己为恁来祝福。头一位水源、秀梅、水兰、东庄、淑燕、吕婉、淑华、美容、美满、叶玲、美雪、洪武、伊烈、美烈，以上这兄弟姊妹有诶，咱请来头前。有准备咧翕相吼，咱请徛做伙。咱来为着寿星来感谢，咱来为着寿星来祝福来感谢。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出世了后年日智慧哪加添，年岁哪增长。主了，互阮回过头来感谢，阮伫出世迄日。上帝，你予阮的性命来到伫即世间，祝阮将遮个今仔日的寿星来献上阮的感谢。伫3月份因出世，检采因经历着因年日，上帝你也带领因的脚步，保守因，也束缚伫因的中间。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咱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无写着即个新来的单，无吼？安尼咱遮来看遮顶礼拜有来的即个新人吼，张碧友姊妹敢有来？无吼？陈基宇兄弟、李清福甲白伟梅、黄金富、王彩虹敢有来？无吼，愿主保守因，疼痛因。煞只是东客团契消息。第一，东心团契伫下主日3月初8，台语礼拜结束后，伫1楼举行例会。主题是即个李宏月姊妹，主题是以斯帖的信心。第二，主日后3月15。上午10点40伫教会2楼教育馆举办亲子的座谈会，邀请主日路的学生、家长甲关心的儿童、主日路的会友共同参与。所以，具体相通的部分，请兄弟为着遮个事，咱共同来祈祷。以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经过的即礼拜吼，检采有较侪咱的兄弟需要肢体的代祷，因为有入院，也伫即个治疗的过程中间，求主保守，也伫陪伴遮个亲人朋友中间，互因会当得到上帝的眷顾。所以，咱的肢体的代祷也恳求上帝。包括伫即个义发兄、蔡荣杰，以及伫新伦，还佫伫即个秀兰长老的
大汉囝茂仁叶茂仁吼，咱为着因三体祈祷上时你也当替牧师祈祷啦。啊，毋过我感冒应该特别好啊，拢是即个声还佫红声吼。咱为着咱若是保持家己身体的健康，这其实就是上帝互咱上大的祝福。这第一项集体大祷的部分。第二项，甲咱报告拜三祈祷会，因为少年长老伫即段时间也上时有请即个义珍长老娘来代替拜三祈祷会吼。总是也邀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伫祈祷会。这是第二项补充。第三项的补充是咱伫4月初3、4月份头一主日是咱的国外主日，总是国外节正前。咱知影耶稣日耶路撒冷就是前一主日是棕树主日了后，即个每一天，其实日耶路撒冷城了后每一天，咱若会当对耶稣同行迄条受难的苦路。咱就知影讲，即个信仰是偌尔啊深刻，偌尔啊，互咱印象足深，偌尔啊，互咱会当定根伫咱的信仰的中间。所以，伫即个4月初3拜5的时阵，咱伫西二区吼，就是咱这附近总共7间教会，西二区就是咱这附近长老教会。包括三公教会、仁义教会、信义教会等等，总共7间教会。4月初3拜5暗时8点，有来到咱教会做联合守圣餐。迄天有邀请咱教会同工做伙来服侍，所以牧师伫遮鼓励咱，迄天暗时半时间来参与，就是经历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准备伫迄个晚餐了后，要定十字架，咱同齐甲耶稣同坐倒，也相时为着咱附近教会肢体来互相祈祷。所以这个事，请咱会记得，咱迄天会当来出席，若半时间来拨开这个道学，会当来做伙来经历耶稣。为着你我所经历着这个受难的过程，我用安尼甲咱补充报告，多谢。话面是愿主临来，甲你同在。咱今专首音乐，请牧师为咱来祝祷。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我水伫梦有。愿主临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我。当心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上帝疼世间人，互阮领受上帝你至大的疼叹，甚至像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到伫阮的中间，愿圣囝的牺牲甲救赎踮伫阮的中间，圣神上帝常常提醒阮、帮助阮，
互阮传福音无论呢，传福音传到伫上需要的人的所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